报道。再来看台中有一间公立高中嘛发生性平的案件，一个姓肖的老师互指控讲，捌甲查某学生谈恋爱，佮爱对方去无穿衫的相片互伊。学校月初已经通报性平案件，最近卖来开教评会讨论，看敢要停聘这个老师。电影片内底介绍家己的身世，这是台中一间公立高中姓肖的老师，伊去互2020年毕业的查某学生指控讲，老师利用学生的信任，甲学生谈恋爱，佮甲学生偷拍爱赤身裸体相片。这段是在写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启蒙，还有性别意识的觉醒。我就在我的备审放了一张背部全裸的照片，他当初反对将这张照片放进备审里，可是他事后却要求向我索讨正面的裸照。他声称那是私藏版，不会被他老婆发现。代志发生迄当时，这个查某学生干了17岁，伊讲细小的老师常常无经过同意，就黑白摸伊的身躯，甲性骚扰。代志发生了后，老师搁伫面册公布学生破病的代志。学生即马提出来指控，就是希望莫搁有人受害。那学校是强调讲，这个月初4通报性平事件，20调开教评会，后礼拜调开第2届会议，讨论看敢要停止聘用这个老师。参与的教评会委员都很多，老师有课，那为求慎重起见，我们才会把这个做决议的部分延到这个下周二6月27号去处理。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，老师甲学生之间的权力无对等，老师袂当利用学生敬仰爱慕的心态，就甲学生交往谈恋爱，这已经违反老师的专业伦理。老师都是在学校里面都是掌有权利，并且他是专业的教育人员。我觉得至少，肖老师他违反了就是教师的专业伦理，保障学生权益。为避免行为人有机会接触学生，校方应作出该名教师停聘静候调查的决议。学校表示，伫教评会做出决议进前，这个姓肖的老师会照常来上班教册。不过，台中市教育局强调讲，为着避免这个老师有机会接触学生，学校应该爱随停止聘用，请老师听候调查。那教育局嘛要求学校爱严格调查。记者尤敏峰、王良涛，台中报道。